安尼后世人吼，当作吼，我要转世甲另外一个世界，我想要转世做一只猫啊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愈讲愈认真》，大家好，贵边。大家好，我华视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珍。这个顶半年发生袂少的代志，咱嘛伫咧疫情当中度过一个正难忘的肉粽节。这个5月节吼，其实是我唯一一道无倒去台南过节的一个。有影，讲到这个肉粽节、5日节、5月节，拢会使讲啦。就是咱团圆的日子，所以咱到北部来讨谈的囡仔吼，啉着目屎，无法度返去厝。对啊，本来这是咱团圆的日子。是啊，有的人吼嘛是踮伫咧北部啊，用视讯啊、打电话啊，跟亲戚朋友问好啊，这是一个足伟大的代志。有影有影，我嘛是安尼。好是哦，配合。啊，这3天来啊，这个5日节的连假吼，大家伫咧厝拢咧做啥物代志咧？啊，咱今仔日吼，要继续来建议大家要创啥？看一寡日本的漫画。今仔日吼，咱的这个小龟吼要推荐的这个日本的漫画，拢非常的特别哦。参我拢唔捌看过。因为这我算是看专门的。哦，真的哦，你对日本的漫画真趣味就对啦。因为我拢会固定去对一寡我想要看的漫画。哦，日本的就对啦。是日本漫画。啊，尼今仔日咱就来甲咱的这个好朋友来介绍这季上新的日本的漫画。无，这是春季。啊，唔是上新的哦。唔是上新，是一定要做煞。我看甲差不多啊，甲我感觉上好的推荐给观众。即摆已经热天啊啦，啊，你要推荐的是顶一季的就对。对，啊，新一季的要开始啦，以后有机会咱嘛是。咱再来推荐。好来，即摆要介绍的第一出是影帖。影帖，这个中文叫做影宅，是咧讲啥？这个故事吼是比起其他的漫画，伊的世界观吼真正是足无共的。就是有讲有一群的妖精，有一群的妖精，因是住伫一个足大的厝内底，足大间的厝内底，要毋过伊这妖精吼，规身躯拢是乌密码，表情拢看袂到。哦，所以你拄则讲的迄个影帖的意思，就是讲因亲像一个影安尼。吼，啊，但是规身躯乌麻麻，安尼就对啦。对，所以啊，因需要一个乌灵药。哦，就是活人翁啊。是乌灵药来等因的表情。所以因需要因的动作啊，因的表情啊，因的需要啊，拢是透过伊这个乌灵药来做一件代志。哦，意思就是讲，这个乌麻麻的形影，伊只是一个影尔啦。啊，但是要透过这个乌灵药，就是这个活人翁啊，来展现因的情绪甲表情。所以一连串的故事就安尼发展出来。是。啊，其实吼，因迄妖精吼，因的身躯拢全部拢是涂炭肤。哦，因的身躯拢是涂炭肤。啊，因可以当控制迄涂炭肤啊。哦。系啊，其他做侪特殊的能力。安尼有影是一个真创新的一个题材吼。是，这是我内底上喜意的其中一部。哦。影帖继续要来介绍的第二出是怪奇客停车，奇巧计程车。奇卡客停车，啊，这个客停车到底有偌奇卡，有偌尼啊怪奇咧？驶这个客停车的吼，是一个个性做英俊的海象。哦，这个男主角是一个海象的形象。对，伊这故事内底啊，全部的主角、配角全部拢是动物。啊，伊伫咧驶客停车的时候，伊就拄着足侪无共的人客。当然啦，驶客停车会载着无共的人客，形形色色安尼吼。是啊，譬如讲吼，有一个足狗的，啊，足想要变成盲青的河马。伊足想要红的就对啦。是。啊，原本吼，譬如讲伊佫有载着一个伫便宜熟悉的导游啊。伊是一个护理师，是，啊，佫有另外一个医生是大猩猩，啊，佫有专门咧表演踏水果的山猪角马，佫有山猪角马哦，这拢是咱这只海象客停车运价所载到的人客。对，啊，表面上哦，你看这伊安尼载人客吼，安尼驶来驶去吼，其实吼，这所有的人拢跟一个高中的女学生失踪的一个案件有关的。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安尼发展出来就对啦，就是这个客停车司机海象，甲伊所拄着这个乘客，实际上甲一件少女的失踪案拢有关联。
就安尼来展开这个故事。嘿，平常时吼，我一开始吼，对这部完全无啥物兴趣，因为我就想讲吼，应该就是吼，计程车司机安尼开车开安尼。安尼，有啥物？对，想会到。有啥物吓人的所在吗？想会到伊变成案件，全部人拢牵连做伙。所以这互我想到讲，有迄种迄个推理的小说，大家开始又讲，真是凶手。是，内底吼有咧看乌道，拍招呼的啊。嘿啊，甲这个乌道有牵连的就对啦。是啊，佮有迄看乌道有牵连的警察啊。就是这个客人车运将，逐工重复着真频繁。是。这个载人客一个生活，但是咧，因为这乘客产生新的变化，所以感觉上这种的题材嘛，真创新、真趣味啊。是啊，来吼，咱来讲最近日本漫画吼最流行的一个题材。好，第三出要介绍的是，转世做帝都又搁安怎？就是转世做帝都啦。对，其实吼，伊的故事就是咧一开始就是咧讲吼，有一群高中生，因咧上课的时阵，雄一道白光，摔落来，唔知迄道白光是啥，因过全部人拢死啊。拢死去了哦，因就转世到另外一个世界内底。其中女主角，伊就转世变成一只帝都。然后伊转做帝都了后咧，转做帝都，哇靠！这个故事伊就开始拍怪啊，提升家己的等级啊。过五关斩六将就对啦。是。伊就功夫愈来愈高强啊。是，就变甲足强的一只帝都。变成一只迄落帝都女就对啦。是。这就是结合着我想结合着迄种转世的这个题材，搁即摆咱大家真爱耍的迄种打怪啦，进迄个通关升级这款的，这真合少年人的口味。对，我嘛真喜欢。你嘛真喜欢，所以我是少年人。这种题材，我咧看迄种迄个网络小说，嘛有这种题材。有这种题材。你有看网络小说？有咯。即摆日本网甲遮尔济转身的这种题材啊。转世这种题材啊，你感觉吼，你也当作你是后世人啊，会当互你选吼，你想要转做啥物物件？我希望会当变成一个足水、能力足高、艺术足悬的武功高强安尼。然后去江湖吼，救迄种的破病人去救善假人去打抱不平甲一个恶霸甲乒乒乒乒乒。安尼后世人吼，当作吼，我要转世到另外一个世界，我想要转世做一只鸟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鸟啊是一个做高贵的一个动物。是哦。伊啊当做鸟啊，有当时就有人甲你饲啊，逐工就是困啊，就是食物件啊，过日子就好。你嘛毋免做工课趁钱啊，逐工伫遐。后世人，后世人，我是一个武功高强艺术真强的圣女，我就带你这只鸟啊来行江湖，好不？好。安尼咱后世人继续收看咧，台语真练得，拜拜。转世这种题材我看迄戏说台湾感觉有做讲的一种感觉。是安尼吗？无啦，转世这种题材日本漫画最近足流行嘛，足受到欢迎的。就是这个转世，这是转去迄世啊。伫台湾嘛足侪人来看。嘿，朋友，台语今天当伫 Podcast 嘛听会到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搁听我来学台语。即马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旁边，我林小丁，做伙来听台语真练得，互你台语愈讲愈练得，耶！